万岁御旨，捉拿朝廷千万赵永贵。今有万岁御旨，捉拿朝廷千万赵永贵，使自己隐踪在应急保国，不得知情不报，罪不有功在重赏经营，报批窝囊在与千万同罪人次。大街小巷，千家万户听得，今有万岁御旨，捉拿朝廷千万赵永贵。
请坐，再来。我去对公子为父。你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来了没有啊？师兄，我已打听清楚，公子小姐的巧妇已成相夫了。哎呀，事情不好在，事无及时嘞。究竟出了什么事啊？今天宰相府早就差人来审，
公子小姐到此，一来为相爷作寿，这二来嘛，想趁机看看这里的庙会。是这样吩咐的啊。那么现在，侬看，咦，刚刚外面闹忙啊，原来一些些那个人统统都追光了你。哎呀，真正急死人在。又往庙里相公马龙，闻听庙会本性大龙，谁知道天色在向公子道，庙会转山人走阿空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他们在龙生龙来风声啊风啊，千里到人苦啊中，当今在下为是中，他儿女定章故事，把为父的龙台红中打不起，宁可这个做妈妈，年老板能回家中。师兄，人统统都追光了，对一些公子小姐要来不下庙会，跟那个办办理。哎呀，喊不好喊，处又不好处，书还结实在。哎，师兄，为啥伊拉看见公子小姐像破狼破虎那样害怕？嘘，不要再讲了，被他们听见，咔嚓，我杀头啊！师兄，侬看，一定是公子小姐的脚步到了。快禀报师傅陈宁。是。
受教就没给人开心啊！平生不认人儿公子小姐。哎呀，免了免了！平生有多么的好准备，请公子小姐进来上香。好吧，等我来千里公平的金妻子。阿妹，来进香去吧。哎呀，那不要跟金兵出来了。哎，忙到自家的事情去吧。那阿妹难得出来，我还要为伊一面上香，一面还要困困把香把香呢，对吧？那你们先去吧。啊，姑姑，王少听夫儿说来，庙里香客不断，还有庙外关系，是次年老的语气。今天到此，却为我是此地冷冷清清。哎，还要跟哪个为事体啊？哎，师傅，这为啥？这有啥个为难不好讲？啊，禀公子，原先这里是有庙外的，这因是这因是大家怕惊动公子小弟，所以都委屈了。那个我来了，免得庙外不散了。请公子小弟进来上香吧。对呀，哎，夫人，哎，来，侬快，跟你还有一副葫芦的，侬快点去叫一准呢。是。哎呀，庙外们要大家才来，大家不来，这是我等啊！阿来，还想啥个庙外？真扫兴啊，扫兴！公子小弟，请吧。阿妹，上香去吧。公子小弟，公子老。
是个奸臣，他害死了我王爷。哦，怪不得他跪在我王爷的面前，连头都抬不起来了。哎，夫人，哎，这咱等啥地方来的？哦，就是那个后老大，他听着公子叫他，吓得他急忙手探过。我问他为什么这样惊怕，他一声不响。这两个这盏追魔灯，头也不为逃不了。啊！你为啥要把我这盏追魔灯？哎呀，实也真巧啊！尽管是在想，还阿不掉也是在想啊。我你是到哪里去了啊？那就对我国两名大姐哟，你去爱也在你从弟弟是当好在江城尽头，百岁家间责恩重，东娘子与什么比，弟弟心怀不相同。对，阿姑讲出来，今朝啊，我往庙里来进香，我阿爸随便安山和老花看起来金香还要金子啊，金中啊，阿爸的要像我王娘，金中报国，女方把事来冲。弟弟过年来以身为家，想的就是毛玉草中之事。原是你保佑弟弟顺利落帅，为民好做。嘿，俺没讲得对，尽想起吧。小弟请来上香吧。万岁于此，做那朝廷亲万赵永贵。公子，你看这上课上面写些什么？好，你趁赵天龙欺君罔上，才给门门抄斩啊！赵天龙，公子，我好像听你说起过的赵天龙不是前朝皇帝的宫人吗？跟哪个一回事情啊？岂知赵永贵抗旨潜逃？赵永贵，哦，那钦差要做的就是他的儿子赵永贵啊！是啊。哎呀，是谁在上面下了这样小人？哎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啊？天昏地暗，忠良造黑，苍天有眼，应战本朝秦桧啊！本朝秦桧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啊？有人替千万宝当发明了。公子，快带我回府去吧。做啥家要紧？公子，钦差大人带了官兵，将江府屯屯回至，只有紧要事要见一公子。那个我是杀人头老想出国，尽管保卫亲啊，这相府来了。公子，快回府去。好。哎，侬快等我拍马，侬等我吩咐我去替小家陪桥，当头为夫。是。
杨贵，原来是侬这位钦差大人。师弟，女兄到此有一件要事，请师弟鼎力相助。啥个要紧事情？要俺兄妹俩急急忙忙的赶回来啊！正同师弟啦，我是同知请他，这让朝廷请来回我。啥个朝廷请啊？就是赵天龙之赵永贵啊！那看。原来我是赵永贵哟，这都要门门清上啊嘞！哎，你那三个贼呀，他欺君罔上，对抗生命。你哪个欺君，哪个罔上，哪个对抗生命？说是这来话长，哎，根本上我端庄，侬乃以最多的财名讲给我听，说好，好好好。这讲一句，他家经过四当国宝生死图，啥的？他家经过四当国宝生死图。哎呀，赵天龙是希望家建的工程，你那屋里想有一件毛病吗？这也不足为奇。哎呀，我何必多金小寡呢？是的，他来讨价便宜，背着奉告，金财做那清白要紧。奉师弟也中，那我让我帮侬来做那亲啊，不对师弟退位不理。那请慢以死的往送他们来了。侬那个我女兄弟送到此，这件请慢有相儿，这侬那个我那请慢一头进江湖里来了。哎呀，那个赵永贵啊，赵永贵。我那个一动两动动到我的花园里来，干，我，师弟呀，你在想些什么啊？我来了想，赵天龙啊，绝不是为了给您一件宝贝盘子，一定还有其他的财命。哎，侬一定要等我猜我才讲。侬如果不讲清楚，我哪能好随便相帮呢？有道是跨道不着死疾病，儿子总想老父亲。我不免与他直视了吧。是的，哎，你的赵天龙不但欺君罔上，而且更可恶的是啥？他次次与老乡人作对啊！这哪不得出台？是啊，就是上司包的吧？既然乡人喜爱，就该同进才是。再知他吃举公子哦，不准暴怒不报哟！跟您讲起来，赵天龙真正的财命是不成啊阿爸的意，不成啊阿爸的心咯。是啊，是乡人的幸福之牌，不少不足以治阴牌。哦，在阿爸掉就要门门挑战。乡人是头顶青天之亮，与乡人作对，就是要瞻仰处置，无不扬名，真是给分。听此言，我郎魂才毛。想不到，阿婆娘，正道路忙于朝政交杯，望我儿子论一望，想不到他春过来，呀心茫茫成天公道是呀飞，我不得王皇上有无语高，英雄总是敢想情怀，才到啊！
哎呀，全差都你了，是的。像这样争吵之间，其人与难，到那不怕遭人来，把辛苦拉远，生应该晓得，赵天龙是先王家建的工程啊！哈呀，是的，你应该明白，此一事那一事，是今小王对他讲的，我们去找小王呼应判词，给个君子咯，忠君之事。跟您讲起来，农政法规是大明朝的栋梁，是的，每年皇帝阿爸的忠臣，够讲，俺阿爸身边的，对忠实啊，是的，钦察同志，我都要请问侬了。侬来朝用归斩草之根，根本侬也要稍微的加官进加来喽。这紧张派谁的王太是的是的大人，根本侬晓得我坑吗？是的是做相主喽，嘿嘿，那么我要小问各位钦察的人，真是聪明一时，糊涂一时啊！那，侬会向皇帝阿爸进贡讨赏，难道我就不会来他良心？嘿，来他人做老亲嘛？跟人一来，伤是我的个，官是我做的，我哪像侬一样，只晓得自家么加官进奖，不过人家么是哇！王明在身，只得取消。我讲的是句句真话。王师弟恩分养无声，那我要学要生，必修不可，必修不可。是弟是才，与兄弟花园收他去了，不许动！我都是好歹的，我都真是得寸进尺了。当然，我公子们没太快了，侬都经过先同去修来了。我跟你是当堂的贼相府，不是不上朝廷清满的地方。公子不开口，拿杀人滚筒是与皇上圣旨再滚出来。好呀，侬做一个圣旨，有一个皇上，根本来了什么圣旨呀？你还不行吗？哼！钦察的人，我都要请问侬了。侬的圣旨上下有没有下命要来修筑啊再相府？这是什么一样？好，跟您讲起来，侬是假冒圣旨啊？对。圣旨到，尽管他的不想胡闹。
与他争争。我不必将神马太太一定之地，营造精彩之人，在本位精神，请恩师死不停台。好，当头为父。上将话要你教看，这位清茶的人谁告本我哈他醉了，做啥？清茶就不滚跑了。哎呦，弄得我好伤罪了哦！就了，哎，您为啥要脱尽绣花呀？我操！对，让我快点叫起家人到花园里下，寻我曹师兄亲。我在家里去吧香去哎呀，我这个好无助啊！我有那头才是个官兵，我哪能好心思浓重啊？哎呀，给！姑子，哎，走了啊！来啊！侬快点等我吩咐我去。侬，来土门等我送完小妹，嘿，拜。生日关门，有事很高，寒彻神灯，不许随便乱头。杀人不听，家规分要，快去死！哎呀妈！啊！哎呀，不啦！啊！你千万不好忘记，要等我土门楼下树上打树了。哦，可是说那朝廷请吗？那个，我已经看见请完了。哎，没有，哎呦，这个外好，外好什么啊？好伤罪了，好浓。啥地方来个朝廷请的？嘿嘿，侬啦，非要等我瞎讲哦，快去死！曹师兄，侬非要急，今天我苦，小弟张有你来请侬来
为什么将士不常在？不知为财到金堂爱忠良，千色珍贵相公门口有许多兵马，他们来做什么？听说是亲满到进我家花园里来了。花园里跑进了亲满，可是公子说：“哼，罗大相府不是误上亲满的地方，把他们赶了出去。”钦差也被公子轰出去了。不过公子说，既有亲满来逃窜，我们家还是小心门户才是。罗大相府门禁10年，哪有去外藏身之地？小弟，那你就去安睡吧。
我与你一路远而不去，做什么要杀你？我只求你们不要高声叫好。我就可以，那你是我皇上惊吓了小姐，万望小姐死罪。灵儿，你去问他为什么要闯进我的闺房啊？喂，小姐问你为什么要闯进我家小姐的闺房？你要送这的讲呢，否则送官去判。你若再不讲，我可要去喊人了。大吉，我身在青丝间。我是金玉儿老马，生此间此大这地方原生。你的亲们死到临头，还要喊冤叫穷。世上真是有人死也遇过，可是我曹家忠心事君，我也遭此境遇呀。这就极了。你家姐夫爸爸之日，万岁又怎为将随你？哎呀，小弟啊，你身体规律，哪里知道这世道会哦？那你有愿心用力讲啊，莲儿与我当中是。你可不懂得讲嘞，小姐的闺房你休想开门。讲，小姐有这也解决马光为杀戮全界，是因为咬牙天子，是因为我家是他。
下你们先，那我却在我们为难生我，认为千万莫多赔。进宫只要批判我，什么又只有下来，无常归来测不内，白马小姐多是在。听你说来，一下家园分不纯，他是军舰所害，王家财命。军舰纵然阵亡，也不能四处无名。一家既有丧尸报道，那谁不可预报不行？哎呀，小弟呀，丧尸报道乃是先王家家，这是预报不协。哦，像我母亲跟给先王论证不准，当年真犯有功，先王得将颁报所的丧尸报道家家，愿有西为真，小弟请快啊！哎呀，有名有证冤枉的事情跟请上来呀！赵天龙正犯有功，请示报道一字交接。这样看来，意外是一个功臣之恨，不管举功，灵儿陪公子当中。小弟的子哪有男生的所谓啊？哎呀，小弟叫你送嘛，你就送来。是呀，应该送。是男生该送。哎
同门在，小姐啊，往来一道万万位。放心，明明地地人黑。灵儿，你到门外回去，以防有人窃听啊。同志，门外已有人困守，这全就结局是在你心色无法，只怕使出来冤子王罪，我弟弟定会将军于你。是此，我问小姐。一切皆人不抗呀要碎，马一声说不断，当朝廷规。他是谁？就是那占有他这个老奸臣。哦，小姐，不必为难，我早就吃过全见四大，比常人所能较量。关键小姐为我不平，此次不是久留之地，而是让我出去了。公子，这恐生命加倍，公子难以出外。这便是何是好意？公子，让我叫来灵儿，与你去到一套家的衣衫更换，天明在那边陪我娘文草过去。此次都得西东去。公子，听我指示。灵儿，你一起去一套家的衣裳。许我小姐真心大名啊，不能也罢啊！哎呀！我好糊涂啊！怎么一问二问，竟问起人家小姐的闺名来了？哦，有了！请小姐领这个姓名，这便好登门可谢啊！门亲啊，阿伯呀的名字来了！是快快点，是来你小姐，此人心不好，我母亲留下你这个心啊！不能也罢啊！哎呦，我们比三我阿妹来练，小姐呀，阿妹。阿妹，侬不要怕，阿哥问题赞成侬。哎呀，赵师兄，小弟有理了。我们是一个阿哥，你们是我的阿妹。那屋里向文门吵咱们是我的阿爸。赵师兄，侬听明白，胆子千万要放大。我叫张玉妮，他叫张玉妹，我的阿爸叫张龙阿开。我玉妹啥要为你真为帮你当事，我兄长啥要为你真为是留性命，而且公子你要明白呀。是跟您讲呀，要是我不想救侬，我也不会滚去清查了呀。不要跟您，不要跟您啊！亲人之命，父母之情，我开始信家之在，家之在爱。一口肚子有点酸，我始终要开始
当年领土是东说，无知发梦，见你不不是公不是你是张家亲儿嘞，去总不通，挂来挂去再挂不掉，想啊哎，才这个事啊不作孽，还是说。言是言报，情愿兄妹就不同人何不将忠良哎，要让那梨花车中不说你怎能有他举本兄，难生错怪你呀！曹师兄，我相信啊，你们兄妹肝胆相照，难生也能不行啊！曹师兄，阿妹。曹师兄相信啊嘞！哎呀，曹师兄相信啊嘞！师兄放心，父兄妹定要相劝弟弟，就不有那心怪。对，我兄妹就是平息，也要劝阿爸爹违心尊义呀！哎呀，阿妹啊！这是清朝四次来了，做那赵师兄，看那个版本呢？姑姑，下面女三娘师兄摆着家的模样，文超夫妻。是啊，我也想去把他三头本离国中年吧。曹师兄啊，这是明年8月才边关，恐怕侬一时也问不出气呀！哎呀，这，哎呀，给。来打来，
赵师兄啊，阿妹，我看啊，赵师兄今朝夜里向，只好来让我妹妹房间里住一夜。哎呀，死不得啊！是的，为平生耳目，我还要叫起屋里向所有的家人来了糊里糊涂宣传一遍。哎呀，哥哥，要是说出来那又怎么办啊？阿妹放心，阿哥就是不收侬个房间呐。收过之余嘛，我也讲得响呢。这个辰光呢，赵师兄再到我的书房里向去自动临场办法。侬看这个好，侬看这个妙。哥哥，做啥？哥哥，阿妹啊，侬今朝那个主气也仔细来了呀！有啥个？我们侬经过来讲出来好了呀！哥哥啊，有道是男女有别。哎呀，这个不要紧的，由阿哥来打啊！好，张师兄，我还没答应呢啊！多谢师兄。不与小弟长义不悔，这死不了。那两个人那个对把起来了。
师兄啊，为了避人耳目，我已叫起屋里向所有的家人来了府里府啊修了一遍。师傅那是好灵啊！哎呀，事情哪有跟人变到我？哪里晓得俺的恶言恶语都不落了官兵，连得郭有强啊才是，真是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还想看门人家看老子。赵师兄非要想问出去，就是从虚妄到我的死亡，也要把路来呀！哎呀，师兄啊，此去我昆水的之称的这个，如今失水的你，倒不是与他拼过死亡。赵师兄，赵师兄，哎呀，赵师兄啊，性命只有一条，侬可不能硬拼啊！是啊，此古道是有泰山洪王之分，你竟冲出去，好比一路接上，不但自己亲身，在这里还不得有人也无人为你申诉赵氏。赵师兄万万不可啊！小姐，话倒是不错，可做个相不两出的事。故知他既不能出府，又不能下楼，难道叫他待在修楼过程吗？一直等他修女，嘿嘿，来丽儿啊，我来问侬，要是警察再来修我相府，侬可会修小家的修女啊？我看不为的，我看金面看不面，也得顾顾相府千金的名声啊！对呀，也得要顾顾千金小家的名声啊！哎呀，阿妹，办法来打在，姑姑什么办法呀？阿妹喏，哦，哎，赵师兄，请侬到外房歇一歇啊！好，莲儿，来，侬快点等我到下头去看灯啊！哎，当心啊！哦。阿妹，这个事情只要侬阿妹答应才能成功啊！哎呀，姑姑究竟什么办法呀？阿妹，我要我有人必能把话讲，不许闭口不开呀枪。嘿，先问侬曹师兄生平怎么样？姑啊，在这外面的东茶西人为哪场？哎呀，阿妹，侬要回答我，曹师兄生平到底怎样啊？阿妹，侬快讲啊！白出来了，我问侬自家心里怎样想？为等阿妹，侬怕公？阿妹，侬到底哪个我？兄妹呀，姑姑，你姑姑，
问。家公，何人为他？哎呦，跟你讲起来，要是我阿哥在度嘞。哥哥，那你，你是会做主啊？好了，赵师兄，师兄，哎呀，赵师兄啊，那阿妹答应配不来侬嘞。是我从我是起呀！哎，我们就从跟你讲起，将我从明中望，身上是难为了。我去种香菜办法，桂王菜做避风庄。我妹妹她金农身体爱农菜，万难中少女少心配菜郎。哎呀，师兄啊！我们是结下血路大下中，你的世事与人话，下子是脑子里话，有种配不看我无心话。我接下去的到下中，俺们可弄报告军人的专装，英勇落难他不起呀，神风水很难当，自不愿意起来自立身，他有心于男人quân事大家。这一句嘛，才真有道理。曹师兄啊，侬爱我是不错，不过我也是恩兄妹义，难生心灵了。曹师兄，做啥的？公子大哥不好，相爷可转为父。现在叫马已经进城了。小弟，师兄，这里有少师多度一场，请太尉随到。他是小弟生育不成，所以好太尉明月。曹师兄带我下得了去，与他平安。曹师兄啊，万万不可是此啊！我兄妹就是平息，也要劝阿伯爹违心作义呀。姑姑说得对，请师兄到我南王采笔，实在衰美也顾不得名声言语了。曹师兄暂时比一比吧，曹师兄比一比吧。曹师兄，公子他陪我来。师兄，比一比，师兄，师兄。曹师兄，我放心啊，放心。曹师兄。
只八戒阿爸，罢了，下阿爸，吾日速下是陪下是。哎呀，阿八爹，我离家半年，今朝才转回来，哪个连信都不下一封本我啊？我为吾为家，难道还有吾日真虚不成？不，阿八爹，你只是讲，要是侬下一封信回来，我就可以到人民区来接侬阿八爹。这个辰光，俺母子俩一道回来，嘿，阿爸，侬看多少热闹，还多少有趣呀！哎，你闹什么？不是为吾生气，也就是了。哎呀，阿八爹，侬有啥个气好生啊？哎，侬讲出来，让儿子个也好拨侬来分家。岂有其他？并无朝天路。齐主上，他不给市场不报，欺君罔常。我还要翻我一口了那个。哎呀，阿伯，那一人啊已经死他了没？侬还要起做啥呢？嘿，更气那曹永贵，他不给抗子气大。阿爸，那伊拉一家屋里向个人们，谁死光了？这人一个人嘛，哎呀，让你倒他算了啊！倒。小畜生，你不给是为吾欺上加气。阿八爹，那你只是没听侬阿八爹的，我懂了。来了屋里向么照顾妹妹，我自家又好好教读书，不晓得啥个地方得罪是侬阿八爹嘞？呸！沈国清奉旨出京，金府县长，你不给违抗圣命，皇家阻来。嘿嘿，阿爸，哪么弄这自己一发自己儿嘞？那我大个相夫门禁深夜，啥地方懂得进朝廷请问啊？这个是沈国清来了失光呀，所以我儿子发悲剧。哎呀，阿爸爹，不过啊，等沈国清一报之余啊，哎呀，你只是马上叫起屋里向所有的家人来了，府里府外上我，仔仔细细的修了一遍，连得牙毛都没一只了。啊，为吾不行呀，不相信问我妹妹好了。提起你妹妹，为吾不见她下去。哎呀，那妹妹们，妹妹们，弟弟，女儿迎出来时，往前分开。拉罢了，让为我你千万有份水果。水果的，水果的，去草大头来水果的。水果了吗？没有水果。到底水果没有啊？
里里外外的都身上一身，确实不见清白。对吧，阿伯爹？那侬总好相信我儿子嘞。姑姑是哪里话来？自家国的之妻，哪有猜测之心？我儿4个字，为我4次气恼，也怕一人做成欲归至此。弟弟，孩女们不快。这就好了。常言道，前人看尽，后人饮水。为我儿心里许，操劳一世，还不是为你们喝一杯吗？弟弟，孩女们知道。是呀，阿伯爹，做儿子的也想为得侬阿伯爹积积的修修本事啊。弟弟。儿女们的是三欢心啊！只有得早在亲乡我年纪，做好弟弟生啊！难得我儿哭一笑。
帮侬的人多嘞，做儿子能的，为侬到我王庙里去烧香，哪里晓得为侬，我背了一辈这个袖子的银子过来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应该大家笑，白玉才来了磨弄，连我儿子们都统统被他磨在其内。弟弟是这样的。不用拉拉叉叉，多多碎碎。介绍百姓马戏生活，为吾早已明了。向我抚慰百姓支撑朝廷，靠的是什么？为不是靠这副事亲自文官。这样一来，难免触动了糟卦百姓。哎，向我出头路面的宰相，哪一位没有成马彪？阿爸，你们小小年纪，哪里知道为吾祖国着想的来此用？阿爸，你只听到的绝不是这些不具轻重的年龄，而是侬阿爸掉来了。人讲些什么？当充有小人，全忠良。这又是前人所生，为吾重用了哪一个？又缺了哪一个啊？阿爸的，去公路放在第7个赵天路。赵天，你到底办啥个贼？侬为啥要拿伊拉门门抄斩？四少国宝，欺君王常。哎呦，阿爸，跟您讲起来，我做儿子的真为侬阿爸爹担心啊。实话实讲，那伊拉屋里向这个一件宝贝，需要门门抄斩，可是俺屋里向宝贝多了，这个杀气头呢，不是先要杀侬阿爸爹的头。你大胆！陈国义君子不义无从故将，你恰是不认孤兄为刚刚，应该是不领真下的朝政，你当时地内查岗阿爸。家门不义。小奴才，阿爸，送出去，老阿爸，你是不孝的儿子，我跟爹爹亲亲的亲阿爸，弟弟。气死我也！不过
做儿子的，告我盯上了侬阿爸，请侬不要生气。妈，弟弟，你可千万不要生气。不过阿爸爹呀，我要是不来让我儿子面前，侬是听得到这种闲话的呀。你非要我起死回生不成？弟弟，小个弟弟路途劳累，岳母你为奶妈洗洗去吧。不用了，你自己去吧。是。皇帝之意，你都听见了吗？是的，听见吧。奴人道已经虽过，已经清完，味道是这个，此意将来是二代生，清白外的相夫长，我云相比，金子中外绿地上，方在寺里唱七巧，再说我宋师徒本是邪王来世上，治理他本自己道。我在他迎接苦你一发长，深深为他家来庇护，句句家务来盯场，莫非有人来理解？哎，是高进，此地他一月3天，与人说是虚情长。一本事路从你虽然是来人，相义有请公子小姐。是，有请公子小姐。阿爸，怕了，为父遵循王命，一须身不清，虽查本府。你等因奉公税法，压住这事。哎呀，阿妹，俺拉像白玉般的月亮，正他光明。伊拉不相信要修嘛，修娘伊拉修，嘿，修过之余嘛，
俺也好太了关系了啊！哎，侬讲对吧？多谢师弟一种，哦哟，那是侬开心了。哎，阿爸，那既然要修嘛，还让你子呀来出点力，帮伊拉们指指路，哎，开道。哦哟，你我开始听到，此路虽然是了。太师吩咐，兵分四路，仔细搜查。明日不孝弟长儿，小弟，夸起，哎，夸起，夸起放下，放下。与我开始听他。嘿嘿嘿。人生带领众生仔细去查，不见轻判。嘿嘿，他不对吧？奶奶总可以相信我了吧？可有仔细随行，还是科学之词，予以仔细究竟。这是还有一次闭关超次，还有此，还有四枚瑰宝。请按四平台。这个嘛，是啊，那个阿爸，你那妹妹的瑰宝侬都要修啊？要是哎呀，阿爸哎，这个恐怕跟俺相夫的名声有关啊！真记得。那阿爸的啊，那妹妹的瑰宝乃是经理，连三彩童子都禁止在内，侬今朝才讲怕人一说，嗨，明朝那就沸沸扬扬的春开起，那么人家才要讲来了。哎呀，相府里像个千金小姐不规矩了，连你那个阿爸的人都不相信，怕这个官兵来了修一个瑰宝。阿爸的啊，侬才家一来了，那妹妹的名声不是要把了侬个手里来，与我陪同上路。阿爸侬。有
好吧，我还要侬再困一困，想一想，做人不好做情做情啊！我不要像秦桧一样的活着啊！小丑生，无需老子说，少用贵人死。
曹永贵，有人递生意来了。再生再问，夜晚是没有少吃饱的。今日来生意的万子里的冤家带头，你要小心了。张永他，老邓，不是张永他，是他的儿子张有义来了。张有义，大嫂，他有请啊，有请有请啊！公子，哎兄，阿凡吃饭，公子还没生我，侬竟然骂我真凶！大公子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曹永贵，我今朝奉阿伯爹之命到这里来审问于侬，侬可要服从呀！是的。哎，玉官，等我送银。等一位，我还要叫一下别公嘞。这个，那我有金马来了，侬还破点啥？喏。来，侬快点等我到外头去看东。快去！曹师兄，二兄，曹师行行财路要紧啊，还有什么办法？这个路倒是没了，俺现只有一线希望啊，还有什么希望？
曹师兄，我看这个去边关，千里各种言不相助，他日领主，侬还有一线希望啊！因此我到来今晚，冒险退干，向侬告别。恩兄相救没此来往，这是恩兄此去，恐怕也是徒劳。为啥？想你母亲岂肯由我久留在此？纵然恩兄风尘仆仆投奔边关，所以路途遥远，只怕归来之时见不到小弟的面面。哎呀，跟您讲起来，只有用赵师兄自家出去才是办法喽。哎呀，师兄啊，小弟是今日结下之求，怎能吃得老牛？千条万条情缘，我心结是为江天父，老天啊，难道是天成重量为我死，纾困师兄早春老天啊，堂上龙江师兄保护你，谁是冤孽很快的我师兄啊，是怕小弟走这老来空空，岂必要立即被人救场啊！哎呀，赵师兄啊，干老那个为空，由我张有你带弄出牢啊！死不得，死不得！为啥？死得呀！赵师兄，我都要来问侬了。今朝要杀侬的人是啥人？张永康，也是我的啥人？是你深深的母亲。道理就来那个里，我都要看看伊杀不杀我给恁一个清白。哎呀，师兄啊，心里有欢喜可喜，路少永贵，万万不能移动。赵师兄啊，赵师兄，我的龙本是萍水相逢，无不非亲。记得那初次见面，我还当侬是朝廷亲万的恶杀凶贼。结果仔细问问，才晓得侬有齐天大愿，害侬的还是我阿巴多年，真是奇耻大辱，那兄们是无脸
见。起初我兄妹想得天真，幻想以官说自己劝阿爸为以尊心，想不到阿爸的一人智慧，傲不殷勤，只有相劝女儿，对方精明秀女，哪有别种事情以战朝之根？阿爸做事做事做事做你这个就不唯有无才。笑得无言哭，曹师兄，曹师兄啊，我去对本理念吧，上次暴动完不了侬，见到了理念吧，侬也好有一个凭证啊。恐怕你会去了些，我的龙怕怕得了一声。兄
人不让说话，与我绑下了。刀下来此才关住了。怎么是你？你到此之人，我为曹永贵命冤恨来。你负有不成，你有曹永贵非亲非故，竟故意朝廷侵犯民冤。我把封地五人轰了出去。什么？我不封，我不敌，我与那曹永贵，此日专情待公。你和他有什么情啊？曹永贵此事还不知。他的冤枉不自提。胡太太一门忠良心好男，无人为他发冤声，一次跑对路面超过他，不在的身外发冤名。老天龙东堂西上金瓜兄，本是朝廷国功臣，曹永贵离职制度在鸿门，恰是故村上之里的母在身。欺君王朝是莫须臾，私朝国法更是娘朝臣。丧事报都有一张，恰是那先王保家有功臣，啥要兵啥要争，放给先王有钱。人地把一边开来思念高高宽，是不开不天里苍苍尘梦前。小妾臣把我洞察，论无人我气死你们曾恩师在天下来听，今战千万与王对，昔在秦安的法令，为父贼打家不能。
朝廷请来常有贵带上来，你真是光顾不上，带曹永贵。你只得一手牢，包一包他在，你应无封他，因为是忠良之人，没谁过了。来了。你不怕死吗？阿伯爹，咱们能真正相处了，此话怎行？那侬生了3个儿子个头，前面见侬阿伯爹个儿。
你进来。我奉旨接在要害你，尽归插牢发账，分明无私国法，欺君罔上。这次不由于你了，来，与上帝一军。赵太师，不必了，孙子小。让太师不请听旨，遂听宣统。奉天人用皇帝诏曰：尽力各种严清保罪，孤王请也。上司暴怒，恰是先王所赐，因为朝天龙所得。张永泰欺君罔上，叶仲良本当反手。故年纪自身，你可加谁干一等当着天牢？身不清楚就为娘，不配从军。曹永贵亲事无罪，领旨而赴，万岁万岁！来呀！下身不清，不配从军。是救命！李王爷救命啊！李王爷！哎呀，钦差大人。难么侬真正去高升起来？哎呀，我不想高升，我只想明财啊！将张永泰当出天牢。弟弟，这话你当初不听儿愚昧的相劝，至今悔之晚矣。哎，阿八爹呀，阿八爹，我做儿子个那老早就对侬讲，要杀头嘛，先杀侬阿爸个头。今朝皇帝阿爸是万岁判死侬啊，阿爸，我以后可要好好做人啊！我现在讲，我等我妹妹回来看侬啊。师兄相救于我。哎呀，赵师兄非要想我嘞，要想应该想李年吧，要不是李年吧个为天之灵，嘿，恐怕我个这头老早搬家嘞。其实他一米七，实是老夫亲黑，还有颜色女天生仗义，更是可见啊！对的，小弟大恩大德，难生之事不忘。要这死不了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哪两个人非要扒来扒去呢？乱了到西洞里去扒！求以上司包容为凭，罪名万岁，请示为国。下里年把阿来难懂。哎呀，侬不要好，那么我去晚上来买哦，原来侬是要的，这么难懂。